此事与你无关，让开。她是我的女人，这件事情怎么就与我无关了？二师兄，日轩，你们不要为我起争执。冉冉，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我难辞其咎。你放心，二师兄不会让你太痛苦。二师兄，从冉冉8岁起到现在，我们相处了近10年，你真的就不相信冉冉吗？你成为逝水红颜，已经是既定事实。与其将来控制不住魔性，不如现在救。你放心，二师兄马上就下来陪你。月影，日轩，你不必担心。二师兄，冉冉今日以发代首，暂时先给二师兄一个交代。并非冉冉贪生怕死，而是冉冉不想蒙冤受死。冉冉此生受尽宠爱，此身非我所有，而属于我的父母、亲人和我爱的人。如果我含冤受死，他们也会一生不得安宁。所以，我一定会找出真凶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再者，如果冉冉真的成为了逝水红颜，那我也要向世人证明，并非逝水红颜一定要杀人才能活，并非逝水红颜一定是魔头。如果逝水红颜传承到了一个新生的婴儿身上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要杀了这个婴儿呢？二师兄，请你再给冉冉10天的时间。如果我还是找不到真凶，冉冉必定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萧慕尘，我再说最后一遍。那些人根本就不是月影杀的，而是叶青天为了嫁祸给月影搞出来的事情。你现在有时间来追杀月影，还不如赶紧把他给揪出来。救人！大家别激动，先听我说。这件事尚未查明，根本不能证明是我家小姐所为。再说，小姐此时不在府上，你们这样聚众闹事也是于事无补呀。大家散了吧。女儿，大家别往里走，现在就是没有用啊！别知道小姐不在府上。都给我住手！老爷，诸位，今日我苏某人在此，就是想向大家澄清一件事情。我们家女儿苏冉冉，从小便被接到太乙山医仙谷学习医术，温柔善良，心怀大义。我敢用我的项上人头担保，我女儿绝不是杀人凶手，凶手另有其人。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我家小青临死之前留下血书，上面写的是苏冉冉杀我，不是他，还会有谁？对啊，没错。说，你今天若是不交出苏冉冉，我们绝不善罢甘休。对，交出来！交出来！苏冉冉，交出来！住口！把他交出来！住口！
你们说我女儿杀人，得拿出真凭实据来，你们有吗？就算你们有冤情，应该到衙门去，凭什么到这儿来？哼！这里所有人都说苏冉冉杀人了，对，还能有错？我们只想在这里讨一个公道，让我们死去的亲人瞑目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交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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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的呀！交出来，别再往里挤了，行，交出来，大家冷静点。大人，我们要不要去帮忙？不必了，我们一旦出现，事情会更麻烦。我让你们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回大人，弟兄们把尸体翻了个遍，目前一共死了15个人，这些尸体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都还是没有出阁的女子。叶青天为什么只和他们的姓？大人，大人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们继续看着苏府，如果有异常，随时通知我。是。叶青天，日轩，你怎么了？月影，在这里等我，哪儿都不要去。我去就回来。嗯。姑娘，这信是给我的，那我拿走了。苏家有难，速回，否则为时晚矣。也不知道日轩什么时候回来。不行，我得回家一趟。大哥，咱们真的要烧苏府啊！万一官府的人发现了，那可是死罪啊！你若是害怕，就回去吧。今天我一定要烧了苏府，杀不了那个妖女，我杀了她全家。对，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你就是苏冉冉？没错，就是你，你杀了我女儿。今天我要替小青报仇。几位大哥，我知道你们现在不愿意听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是无辜的。若你们现在愿意听冉冉一言，冉冉感激不尽。近些时日，冉冉疲于奔命，根本没有时间杀人，是有人嫁祸于我。难道你们真的愿意让真凶逍遥法外吗？废话少说，我今天要为女儿报仇。上！妖女，今天我要烧死你！你们回家，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。是，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。回家。人不是苏冉冉杀的，不要伤害他的家人，不要找苏家的麻烦，不要找苏家的麻烦，不要找苏家的麻烦。
苏冉冉杀了他们，他们都是无恶不作的恶人，死有余辜。他们想伤害你的家人，想让苏家人鸡犬不留，难道还不该死吗？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他们死有余辜。大人，苏府有情况。你们几个继续巡逻，我一个人过去看看。是是。冉冉，难道死有余辜？冉冉，你听我说，你不是逝水红颜，你是苏冉冉。你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他们，对不对？冉冉，秦朗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先离开这里。回事啊，大哥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是姑娘你啊！哎呀，天这么晚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别让妖女苏冉冉给吸了血呀！是啊，多谢大哥关心。只是你们对苏冉冉的恨意这么深，对我又这么好，我想着一定要报答你们。啊，不用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几个，把这姑娘给送回去，不然那妖女出现了，这姑娘就危险了啊！你们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只是我现在不能留着你们了。来，喝点水压压惊。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那几个人呢？他们怎么样了？他们都没事，你放心。过一会儿，我让手下们把他们都带回去。现在最要紧的是你，冉冉。刚才发生什么了？我不清楚。我本来是跟日轩在一起，后来突然收到一封信，告诉我苏家有难，让我赶紧回去。结果一回来，就看到他们要放火烧了我一家。我一着急，就用了摄魂术，结果后来发生了什么，我也都不记得了。想不起来就别再想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叶青天，只有找到他，才能真相大白。秦朗，谢谢你，一直都这么相信我。你是我见过最纯良的女子，就算你真的变成了逝水红颜，我也相信你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。否则，你何至于把自己弄得如此狼狈？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包庇他？这又能说明什么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小师妹的簪子会出现在这里？这只发簪之前就已经丢失了，今天只不过恰巧出现在这里而已。你不用再替他狡辩了。萧梦辰，枉你武功天下第一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仅凭一只发簪，你就怪罪于你小师妹，未免也太武断了吧？我只知道，小师妹成为逝水红颜之后，就无法克制自己的心魔。我必须阻止她。也许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不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放过她，才至今日酿成大祸。萧梦辰，你无药可救了。我意已决，无需再说了。月影，你究竟在哪里？罗少主，罗少主，苏小姐正在我们将军府做客，请随属下来。好。老爷，夫人，三少爷回来了，表小姐回来了。以后不许再乱跑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多谢秦兄，你们快走吧。告辞。冉冉，你多保重。你也保重。你醒了。这几天你照顾我，是不是很累啊？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嗯。月影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有些饿了吧。少主，表小姐回来了。知道了。
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是一难，想念何以堪？落灯的东去，火畔的春来，忽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是一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。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衫梦